开始录音嘛袂啦？哈，你态度较好咧哦。安那我讲安咱怎？即摆严肃哦，严肃是安怎严肃？因为咱要回息咧，咱做久无回息咧。有影即久无回息咧啊！咱是爱欢喜，也是爱哭者，回息咧需要考。就是靠讲哇，咱做久无回息咧啊。啊，但是该靠讲哇，咱个需要回息咧啊。听起来怪怪哦。到底是啥物原因呢？就互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来开拍个节目，来听白边哦白边。来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甲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还佫有甲观众描写批用台语念出来。我想要拍扑啊！袂当严肃，毋是，迄是一个尴尬哦，甲我讲哇，要欢迎咱的 VIP，毋是是 VIP， VIP 就对啊吼。变 WIP， 伊代会讲咱无够尊敬，那会 WWWIP， 安尼小济小济。好，啥爱回息咧？因为阮顶礼拜啊，伫咧讲红浸的老话的时阵，嘿迄个档案有问题。啊，对对啦，阮伫录音的时阵毋知影，明明就讲足济，对，但是毋知是安怎迄段害去，结果我来甲切掉。啊，我想讲，回伫咱内底就有讲着讲，哇，红浸即个医生的物件，咱甲藏伫咧咱即礼拜医生的主题内底，对，就好啊。我想讲，你应该有回啊，嘿结果袂使啊，袂使啊，不得了。不得了，红浸本人感觉讲吼，你哪会使安尼？伤凊彩哦，对啊，念过准过，无爱甲我回就准拄煞。啊，而且你连迄头前的原因，甲什物物件拢无甲听众朋友讲，大家拢听甲无煞煞，敢会使？袂使，好啊，那么即摆来讲，代志是安尼啦吼。嘿，请讲，就是咱之前有开一个 Q&A 啦，对，红浸上尾一条吼，要来甲我糟蹋的，你知影伊出啥物无？甲你糟蹋，情绪落咧来糟蹋我的心。嘿，伊讲啊，有一工伊咧听节目，听咧雄雄想着讲，哎哟，阮翁后边会介意哦，是安怎咧？因为因翁的手好看，而且伊个有迄目光利用的迄个乒乒乒乒乒。哦，哇，拢是你的条件呢？对，完全符合我爱的物件，所以伊就讲，伊要出一条问我讲，因翁甲伊若是离婚，嘿，伊甲因翁，我要选倒一个？这啥物奇怪问题啊？我嘛你是毋是要来甲我糟蹋的，对无？我头一个想到就是人拢伫咧美国呢，对啊，你两个美国诶，敢有人要为我转来？重点是可能是你爱过去哦。重点是迄当阵，伊感觉我会因为红浸是兽医，所以我选伊着。嘿，结果伊甲伊人拢是兽拢是医，兽医，安尼听起来应该是因翁赢。对啊，因为伊手足水诶呢，红浸你敢有？但是无，我跟你讲，我要甲大家无共款。其实自细汉我有听过一句话，互人爱诶较幸福。对，你嘛是安尼感觉？对啊，你有感觉你最幸福啊？因为我最爱你。我还未感受到。你较无爱我呢？我讲的是事实呢。对我感觉讲吼，互人爱较幸福，嘿所以我啦，感觉讲红浸较爱我，伊应该较听话，所以我会较幸福。哦，但是听起来是因翁较好用呢，我爱丢毒者。红浸，我看你两个想要转来吼，想会当为着我转来，是讲甲我接去美国的，我就选伊啦，好不好？对，安什么尼才会去用爱啊？这啥物奇怪问题？叫恁 Q&A 好啊，问问题，恁拢甲我问这有诶无诶啊？好啦，较正经，咱要来展现红浸专业的部分啊。无问题。我袂甲加掉啊。欸你这执疑的部分我要甲你留了。我咧讲的卡掉，无问题。好，红浸讲，白边伫咧甲我投稿第二集问着讲，是安怎有一寡人特别互甲我讨厌？后边讲的，听讲甲我会当闻着人惊吓的味，这是真的，因为惊吓相关的菲律宾会对肝排出来人体，甲我闻会着。啊，毋过有先天的侦查，有诶甲我闻会着，有诶甲我闻无。所以一寡互狗惊过的人，一直无法度克服对狗的惊吓。若是独因为即个原因，就有可能会互狗仔一直来针对。啊，若是一开始是安怎会去互狗仔咬？除了是去走入去狗仔的狩猎范围以外，白边甲乌边细汉去互咬的经验，真明显拢是踏入去迄个范围内底。啊，佫有体型较细、声音较尖、动作伤急伤大，佮加上较接片面对狗仔颠倒头走等等，以上的每一项拢会刺激着狗仔攻击的本能。即款物件拢会使去 Google 着，嘛拢有因相对应的方法。譬如讲，苗栗的大理是咧骑铁马的时阵，拄着狗仔来家己的路动起来，这个时阵上好是甲脚踏车停落来，伫脚踏车面顶倒倒落车，
徛伫个脚踏车这边，用脚踏车甲伊挡伫狗仔甲家己之间，安尼有3个作用。第一，避免家己惊吓，就踏脚踏车想要逃走。我甲你讲，你是走袂去的。第二，用脚踏车来保护家己，减轻烦恼讲家己会去互狗仔直接攻击的惊吓。第三，徛伫个脚踏车后壁，会当互家己看起来体型真大，狗仔坐少拢会较惊淡薄。过来2台脚踏车挖紧，看起来搁较大。恁保持做伙叮当，大部分的狗仔就毋敢来啊。过来我感觉吼，那你的个性应该是真温顺啦吼。因翁伫咧边仔无甲保护，就准拄煞，竟然搁甲伊笑呢，真正是欠人拍。那你这个时阵若是规巴肚火甲因翁骂，我感觉迄寡狗仔嘛会去互惊走。过来一个是我家己观察的结果，也无答案。毋过嘛，因为我即马毋是在职的兽医师啊，所以就无搁增加任何观察的个案，大家就凊彩听听参考一下。我个人是怀疑讲，头较细粒的人较会去互咬。我这个想法是徛伫个狗仔伫相逐的时阵，若伫咧真正要咬起来进前，因其实会先评估看卖对方是啥款，筋肉较勇，还是讲叫的声音较长较响，头真大粒，喙齿就一定真大粒。这款狗，其他的狗其实毋敢惹伊，因为若是去互咬，家己受的伤一定搁较严重。所以一般头较大的狗仔，若是出嘴甲头较细粒的狗仔咬，头较细粒的狗仔一定是巴肚变怪导航矮矮的，踢一2下啊就结束。因为对狗仔来讲，头较细粒就较舒面。上尾甲大家讲一个业界的秘密来做结束，就是在职兽医师的头拢不离啊大粒无，因为若是无这个先天的优势，这条路会真歹行，日常范围就已经有比别人较侪去互咬的风险啊。若是无一个大头来甲这狗仔吓惊者，早就去互咬甲毋食惊去啊！我是翁静，多谢大家。哇，灵地色，灵地色呢！啊，你的兽医师头有大无？我的兽医师，我想者，有一个头真是大粒的呢，头小大的呢。无啊，但是另外一个，伊头小细粒的呢。是哦。对，伊无悬，但是伊的头足细，伊规个人看起来是狗头身。哇！毋是迄个狗哦，是数字狗的迄个狗。而且伊的手足水的哦，大家传影起上拢会看伊的手。安尼，你毋免选因2翁仔某啊啦吼。但是伊甲我共姓呢，共姓袂当做伙哦。但是听讲伊对查某囡仔无兴趣呢。啊，无兴趣哦。对啊，我去甲拍甲会足奇怪。袂啊。头较大嘞，迄个甲我较有话讲啊。无你选头大的嘛较我啊，我尽量甲别人讲啊，若无我去拍迄个头较大的。嘿，啊结果咧？你确定要伫个节目面顶来讨论讲我要拍阮兽医师的代志是无？无，我无想要讨论。正过。对，安尼大你有听着无？翁静伫咧线顶互你建议，你以后若是对即种代志，我甲你俩杀出去就对啊。对，无叫恁翁挡咧面头前。对，伊的身躯一定较大嘛。对，伊汉草一点真好。啊，我知啊啦。知影啥？头拄翁静毋是问。嘿。伊甲因翁，我要选像安尼。嘿啊，你就选头较大就好啊。翁静，你甲你翁像头较大，喂，较正经好。就甲你讲即种糟蹋来问题，毋通阁落去啊！你阁继续甲伊回。好啦，我阁收着嘛。较正经，咱刷来是咱有啥物配信来啊？哈。啊。这就是美国的大夫。加拿大啦。佫要替人搬错。大夫，你有想要去美国佚佗？你下骹啦吼，应该真接去。哦，来哦。黑白白恁好，哇！每一摆听到家己的声音啊，伫别个节目出现，而且感觉足神奇的呢。伫顶一摆迄个有写伊的回信啊，恁有讲着吼，我是毋是我落去进前拢会先甲伊写落来？无毋对，因为第一点就是希望讲我先会当甲我较袂清楚的迄个事先甲伊查起来，安尼较会晓讲会出来啦。而且就是我是较会晓写，但是较袂晓讲的人，所以我家己的节目嘛是安尼哦，我拢会先甲迄个个性好写落来，安尼讲出来的迄个内容，我感觉安尼才会较趣味啊。讲到即摆医生的主题吼，因为我即马住伫国外嘛，所以讲大家拢嘛知影，迄个看医生即款代志是真正足困难，开所费嘛是真正足贵的。像我进前伫咧美国的时阵，基本上哦无迄个保险，你就是完全无法度看医生。但是我去留学的第一档的迄个时阵啊，我真的心脏有够大粒的，我毋知安尼讲敢毋对吼。我都迄个时阵我都想讲迄个保险的收费啊有够贵的，所以我都无甲伊报。真正是好咧加在，我完全无出代志啊。
虽然呢，即马我住伫加拿大，我即马是有保险无毋对，但是我嘛是共款，我少保甲会去看医生的，因为基本上嘛是共款啊，都是足贵啊，搁足麻烦的。你爱先敲电话啊，定一个时间啊。买了后，你去到迄边，你可能搁爱等，所以真正要甲大家讲吼，你真正会较珍惜台湾的健保吼，互大家会当用一个较合理的迄个价钱，会当去看医生，啊个真正有够方便的。买了后呢，我是想要问黑白边，恁敢有伫咧国外看医生的迄个经验，还是恁伫迄个国外看病的时阵，恁就是直直恁来转去到台湾这个看咧？感谢你哦，拜拜。你看，伊住喺美国啊，伊家己好无在加拿大啊？毋是啦，伊拄去美国的时阵啦，我早就知影讲伊伫批内底要讲伊去美国，对啦，所以我才先讲伊伫美国的，对。你哎哟，你要讲这个？无，爱较定呢。我就辛苦呢，你讲的拢对啦。你要甲我先困到顶，你莫安尼啦，咱录你较正音呢。经咧，好无？你这较正经的，一刚刚伫节目面顶讲，我要甲我先困到顶。哎哟，即个大夫啊，我无伫咧国外看医生的经验，我嘛无。是安怎咧？因为足贵的啊。对啊，但是嘛足麻烦，而且语言无通。嘿啊。我有一摆伫日本哦，真正是艰苦到要死哦。隔两工困起来真是头痛，一直吐。嘛毋知是安怎，是感冒哟？毋知呢，可能是因为前一工食酒，食着假酒，无啦乱讲的。有时就是可能是迄啦，青云的环境啊，前一工就巴肚去吹着风的款。你太配哦？毋知，而且我迄届是住迄日本人因兜。日本人因兜？对，就是日本人，就是对，就是一个后生，伊甲伊的房间租出来，我就是住伫内底，有因爸爸甲因妈妈，还有因兜的猫啊，民俗共款呢。对啊，这个主要的迄只猫啊，还有伊妈妈真诶坐伫迄灶骹有伫遐算钱啊，创啥，甲迄日本电视剧共款呢。迄工就是因看诶艰苦到要死啊，阮就伫遐就用 Google 翻译。用翻译啊。对，伫遐翻译，伫遐想讲要安怎，因爸爸去摕药箱仔出来，看我要食啥。结果阮迄工诶行程规个拢无去。伊就无爽快啊！对，我一直到下晡，阮朋友嘛都可怜的，伊直直厝甲我照顾啊。对，尾我两个查某就去踅迄附近的超市，黑白买，买倒来黑白食。你毋是人无爽快？下晡就好啊。下晡吐了就无代志啊。甲食药啊，敢有关系？我感觉可能嘛是有，但是迄当中我有想食一寡胃肠药啊呢。对啊，还有止痛的啊，创啥？我本来想讲要去看医生啊，本来想讲瘦起来，我无走做这钱。我你刚才后来就好啊。有啊，迄当中有想讲，我若真正到暗时嘛是搁足严重，我就去看医生。去啊啦。对啊，结果无代志啊，平安无代志啊。嘿啦。搁伫咧迄个河边的布花，看到一个做缘投的查甫的哦。什么意思？我计翕相哦，迄是我。你无爽快，敢有啥物关系啦？迄是我迄届去日本，我看到上缘投的哦。甲恁翁比咧？阮翁较缘投。好啦，大夫阁有一个 Q&A， 伊问讲，敢有听友见面会？袂着。伊阁讲吼，是咧前一阵仔感冒，录音的时阵搁咧咳嗽，所以有小可剪接，声音听起来可能有淡薄怪怪，请大家多多包涵。不要紧，我嘛甲你加咧吼。加好了就听袂出来啊。我知影啦，咱会使甲大夫讲啊。万不然咱有一工着金钟，咱才会办听友见面会啦。好哦。安是人可能办袂着。好，来，所来是后一张批。后一张批是高雄的先生。先生讲黑白边恁好，足久无写批，看到恁伫咧研究甲医生相关的故事，我就想起我有一个神奇的故事会使分享互恁。我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有一摆下班去看医生，医生问我做啥物工课，我讲我是老师，伊就问我是美术老师也是音乐老师，我应讲是音乐老师，毋过我感觉真奇怪。医生哪会知影我是艺术相关的老师？就问医生伊哪会知？伊讲是看我的物件知影的。阮就做伙看向我囥伫涂骹的纸袋仔，毋过纸袋仔内底敢若缀我的钱袋仔甲导护机，无乐谱嘛无啥物甲音乐有关联的物件。我听甲雾煞煞，我就看伊嘛甲我看，然后微微笑。到即嘛我也是毋知伊是安怎看出来的。敢讲医生做久会变做半仙？下骹附上迄工查的物件相片互白边看，
希望恁会喜欢这个奇妙的故事。就恁的 podcast 长长久久，我是神神，多谢。多谢。伊个有一个 Q&A， 你个念了好啊。好，神神问讲，恁敢有拄过亲像半身共款的医生？无，目前还袂，算命嘛无。有迄倒有迄准准的算命，甲我讲者嘛是要去算者。但是我感觉中医师拢参像半身安尼，手地咧呢。倒位无爽快拢知呢。你这困后面困无饱，爱加你扫，肝无好啊，腰子无好啊。我看阮大可人看起规来肝无身躯还了好。了啊。伊讲你这可能爱食咸，爱食甜，爱食咸。我现在想讲，以前我无食咸，无食甜，无食咸，我可以使食啥？莫看阮这大口就讲我爱食无。真正安尼讲哦？无别讲诶，有啦，伊有小可安尼讲啊，但是我想讲，哦，你减食我啦吼。对，但是我是讲，之前有一个要甲我拍诶查甫啊，伊嘿，伫咧对面，对面，伊伫对面西台湾学中医，啊伊当来甲我赞美。伊拢目头角角呢，伊就是哪扎伫遐讲哦，你这哦，你这哦，我毋知伊创啥呢。其实我感觉伊是咧趁机会摸我诶手来就讲，是咩？伊一直咧安尼才咱摸较久咧安尼。对啊，而且伊个讲我去看中医啊，若是医生开啥物药，还甲伊讲，伊要看。伊要看伊开啥物药方互你。对对对，伊要观察我安尼，我是感觉讲这是要甲我控制，真恐怖，真变态。后来咧，尾啊，敢搁有继续联络？听起来敢有？应该是无啦。对直接谢谢。对，谢谢，拜拜。伊讲这足厉害呢，是安怎看得出来伊是音乐老师哟？哎呀可能是因为气质的关系，我嘛是安尼伊的想的。身躯边有迄个音符安尼，修好就，是你讲话的时阵迄个声调，应该是迄个气医生质。啊，你老甲我师有一种感觉安尼。这我若医生都有接，我可能安先该尼伊若是用唱的，甲美术相关是倒位？美术哦，请到做艺术。跳过人过，你这烦呢？我若是护士，先生问啊，我若是护士，看到迄先生若是安尼讲话，我会先叫隔壁科的来。医生，要有一个患者怪怪，伊等用笑你讲话应该是挂毋着科啊。个正经的先生，甲我讲，会使对伊安尼啊？歹势歹势，老师，你可能是人水有气质啦，嘿啦，对啊，所以医生才发现讲你是安尼啊。但是一般教英语也是教国语的老师拢有一个，是毋歹歹感有一觉，个班，有一个挂班一。个目镜。我无讲啥物歹歹吼，你好好讲话吼，莫个爱害我得死别人，我今日已经回过世的啊。继续来聊后一张批，这是桃园机场的米玉可。米可你好，米玉可讲，大家好，今仔日我去带妈妈去互医生占据，但是我袂记得祝医生11月12医生节快乐，辛苦啊！想起一冬外前，因为楼梯踏无在跋倒，摔到骹头乌，后来佫皮皮无去看医生，结果长久以来行路的姿势变调，发生早发性关节退化，行路骹头乌甲骹盘拢真无爽快，无法度行足远的，嘛无法度行足久的，而且我天生佫无爱振动。后来认真治疗、复健、占据，家己加振动以后才好起来。真正是家己的健康爱家己顾，若无就是还真济医护人员来甲我照顾啊。特别感谢家人中家病院王兆庆医师，逐礼拜三透早就拄家人落南来桃园看诊，真正是足感恩的。嘛要对电视剧《伫广里的人》这出戏的内底的人物特别感谢，为着患者真正是足辛苦的。另外嘛要感谢乌白边想到这个主题，互我有机会来感谢医疗人员。我是米玉可，多谢。真的哦医疗人员都辛苦的呢。对啊，我特别有感觉，你知无？啥物感觉？就是较无方便的时阵啊，啊病医对啦的人拢爱就是特别甲你服务，嘿啊，路边的人嘛，啥物路边的人？路边的人特别甲你关心嘛。像我举拐仔的时阵啊，哦，但是受到真侪人的帮助，真感谢。有但是影有影但是要去讲一遍，迄无障碍空间其实充满障碍。我嘿啊，坐轮椅甲举拐仔迄当中，我真是感觉足痛苦的。其实嘛真无方便。对，所以我正伫路呢，若是看到有人无方便，我拢会特别过去斗相共。哇，你人真好呢。对啊，是看到迄看袂到的人啊，是创啥我嘛会过去问因讲，看袂恁着你是因看袂到啊，伊会伫路里行嘛。哦啊，看到伊举迄拐仔有无，我拢会特别去问讲，恁敢有需要斗相共？哦，替伊看路啊，是讲替伊叫车是创啥？嗯，对啊，我即个人就是较鸡婆啦。
妈妈安尼讲，有诶可能因无需要，所以拄着即种物件的时阵，你就是爱甲问一下啦。嘿啦，有需要带3工无？带3工，到3工。你这是结果罪吼，无效哦，对我无效，即只对我无效诶哦。无。啊，米有可你迄关节啊有退化过啊，即摆是天气变化，最近较凉冷啊。有诶人无天气变化诶时阵，关节就会酸痛。啊，对呢。对，这时阵来特别注意吼，嘿，爱捂一寡烧，互骹加一点仔温暖，才袂揪筋啊，是啥物有诶无诶。米有可保重呢，听朋友嘛爱保重呢，毋是干那米有可尔。啊，我嘛爱保重呢，若我骹长期我无法度来录音嘛。对，你绝对爱保重。我有保重，保持体重，重诶部分我无确定。讲啥？紧过来上后尾一张被衣，上后尾一张被，这是台南的空空下来的，空空啊，是倒一个空咧？健康的空，对，健康的空，毋是头壳空空的迄个空哦。毋是。黑白边你好，我是来自台南的空空。讲老实话，我的台语超烂，甚至我较早去买物件，去店长笑讲话无台南腔，应该毋是在地。考虑到买了后的服务，拒绝甲物件卖互我。为着提升我的台语能力，我最近开始听有声音的配信，嘛愈听愈有兴趣，决定要来动手写批。会记伫细汉的时阵，我真爱哭。伫迄个物资较欠缺的年代，我的爸母拢非常勤俭。有一天，阿母摕一罐快打的黏胶，甲6支鞋仔底黏好，然后摕互我穿。当我穿起哩，一阵又搁羞又搁疼的感觉传来。我想要甲鞋仔脱掉，却发现我的骹底甲鞋仔黏做伙啊！有够疼的，我哭甲惊天动地，哀爸叫母。阿爸随甲我抱咧，冲去附近的社区活动中心。迄天拄啊好有卫生所的医师甲护理师来做疫苗，一阵大人家因为疼到乌白顶重的我压咧，赶紧替我做紧急的处理。鞋仔是安怎为我的骹摕落来，我已经袂记哩啊，干来记哩我的骹垫好底垫一针啊。搁有啦，较早感冒拢爱去台南市的成功小儿科看诊，我会记哩40年前无全民健保的年代，一支鸡仔冰才2箍。但是去一抓诊所看医师，都要600箍，超贵。医师看诊了后，尻川拢爱注一下。会记哩，逐摆要注射，我拢会骂好。一直到有一摆，我的阿叔带我的即伯小妹阿娟同齐去看诊，小妹完全毋惊注射呢，伊竟然无哭。阿叔就甲我问：阿娟拢袂哭，你会哭无？结果自迄摆了后，我注射都袂哭啊。原来人真正袂当互人激，若是互人刺激着，即个尖灵就会互人激出来。虽然讲我真爱哭，定定流目屎，搁要互人踢笑，哪有查甫人较爱哭？看起来无经架头，以后谁敢嫁你？毋过我即马已经有一个真好的婚姻，我要是共款伫阮兜的人面头前笑哭，实实在在的活咧。我感觉会当哭出来，活出真正的情绪，毋免伫遐吞忍，加做真坚强。莫甲人伤害，造成人的困扰，会当互家己的性命愈来愈健康。敢嘛毋是一种自爱甲勇敢？我是台南的空空，多谢恁。空空讲啊真好呢。对啊，伊迄结束迄个话讲啊真赞哦。对啊，会当做一个结语啊。但是伊迄骹去互迄鼓仔念咧，够恐怖的啦。对啊，而且迄种烧烧呢，擦擦疼疼。对，而且甲大家特别警告，真正有一个 YouTuber， 伊就是要创治因兜的人，伊就是甲伊影仔面顶有，就用做一迄快打。这快打的台语到底是安怎讲啊？坚中啊！我细汉时，阮兜的人讲瞬间，瞬间对，我就是讲哇，一时想瞬间的迄个迄个钟，甲伊滴起哩，伊就会念掉咧。所以我一直叫是伊叫瞬间。结果尾我大汉了，发现讲伊的华语叫瞬间，敢是阮兜的人台湾国语，甲伊念做瞬间。听没有你讲瞬间呐？毋是，伊是讲瞬间哦，伊是讲间哦，我确定是间。是瞬间呐。瞬间哦。听没有你若有听过的人来甲我分享哦，若无听过的人就是坚中啊，坚中啊，你去问一下哈。好，继续哦。迄个 YouTuber 就伫咧影仔面顶哦，鼓出一个迄快感。
结果啊，因的迄个人坐落去了，我咧讲规个尻川烧着，随带去病院。夭寿哦。对，这特别爱注意哦。听到没有？你爱甲家己的囡仔是讲家己使用的时阵，就爱细致，因为像这种快打碰到铅笔样，因会伫咧化学反应面顶有一种迄种会烧着的感觉。嘿，碰到皮肤真正会拿手去烫着共款，真正是爱细致。嘿，因以前看医生600呢，即摆看呢急诊可能800。因为你黏掉的，你还阁叫医生嘿。重点是你迄抹落来时阵，伊会用一寡物件甲你洗嘛，对，洗起来洗会开的就无问题。啊，若洗袂开，你连你的皮拢会流落来哦。哎呦，足恐怖！哇，真正诶，真正毋通安尼乌白饲吼。要算的时阵嘛，要算较细致咧吼。袂当算啦，对啦，毋通安尼乌白算啦。啊，要使用的时阵嘛，要较细致咧。对啦，我较早用拢惊我的手会黏做伙。我最爱甲我的手黏做伙，才个甲拔开。你奇怪的人。我讲你看，而且毋是讲迄3秒，所以我大概咧使用，我就足紧张的，即2秒就用掉。赶咧，要甲黏做伙，就惊伊打去。你就想讲拖过4秒，伊就会袂黏安尼。袂伫伊还袂打去之前，伊拢会黏。好啦。但是你讲的这即摆有一个物件会当克服，因为你以前讲的迄是拿水迄种的有用滴的迄种，即摆有出一种较高的迄种的快打。是哦，就伊挤出来拿迄强力膏啊，是起膏迄种感觉。嘿，但是共款是快打的效果。哎呀，你听起来即种的就较袂黏啊，你嘛袂惊讲袂啦，你就袂惊讲伊安尼滴落来啊打起安尼啊。哦，有对袂啊？拍广告哟。对，我之前伫咧超商做临时工的时阵，我毋是甲你讲有一个物件，你想袂到，就是大家拢会买。嘿，就是快打。是哦，逐礼拜拢爱进货。你若进3条卖3条，进5条卖5条，袂使进10条啦。敢是你卖出去的？有诶是我卖啊，嘿，有诶毋是啊，但是大概来注意看是共一个人买无？毋是，创啥？快打无人伫输诶，你固定无呢，拢无共人啊。有诶就是迄种经过诶，毋是阮平常时诶平常客。哦，对，有诶是经过来买，我嘛毋知啥大家拢爱买用啊。对，我嘛毋知啥大家拢要来买即个物件。都需要啊，袂歹啦。有一摆啊，我叫阮室友去超商替我买即个快打。嘿，我想讲20-30箍尔，我甲伊讲50箍以下拢会使买。结果伊拢无看，伊就凊彩摕一条，结果摕条转来，你知影偌济钱啊？50、280箍，惊着呢！伊去的迄间超商拄好较高级，有藏做者面币。就是即个文具诶，就是2-3层。结果伊毋知啥人目睭诚大蕊，伊就是无看到迄个生了上普通诶迄个包装，伊就是刻面顶即看起来红水大斑即个刻起，然后是180箍。180。但是伊咧算钱时阵，伊嘛无听迄偌济钱，伊就讲好 OK， 假死我呢，随摕去换呢。伊毋知影计数哟，伊毋知影随摕去换呢。听没有？咱大家咧算钱的时阵吼，爱看一下银幕面顶写啥物吼，爱知影讲家己买啥物件偌济钱哦。若无你用录2摆，你嘛毋知哦。对啊，真惊着呢！180箍快打我用袂落去呢。会当买3届，我随摕去退货，甲伊换做迄较普通诶。会当用就好啊。对啊，我迄物件无遐高级，对咩？但是上尾嘛是替空感觉足欢喜诶啦。安那欢喜？因为查甫人啊，会当伫咧厝内诶人面头前哭是一件真无简单诶代志。哦，对呢，表示讲你心内诶委屈啊、欢喜啊，是啥物拢有甲伊透放出来，真好。讲真诶，真侪查甫囡仔吼，拍死拢袂流目屎啦。对啊，目屎吞腹来诶。对啊，叫腹肚越来越大，无啦。讲笑诶啦，真诶呢，我捌听人讲吼，你若是有情绪无透放出来，迄个气会积掉咧。对身体无好呢。对啊，而且你若遮积掉咧，遐积掉咧，规个就袂通，有无？身体就会无爽快，人就会大哭。就是心理去影响着心理啊，心理去影响着生理。嘿，做生理的迄个吼，身躯的心啊。多谢你啊！你今日发音真好。好，不啊啦，想袂到咱即马已经时间差不多啊。有影，但是咱阁有2张批。对，2张 VIP 甲 VVIP 下来，拄好因2个后盖可能咱家己做一集。哦，对啊，尾啊，盖可能无够，无要紧，咱若是无够，咱批无够，盖使用 QA 来斗。
应该嘛是会使啦吼。啊，无看久有人要来投批无啊？毋通哦，你到时阵你无你留喺短短啊吼，短短啊就好吼，你留一个伤长安尼，搁变一集无。啊，无你会当分享你迄当阵较长期的故事啊？你讲你甲我去病院迄当阵，听众朋友应该是还未听过啦吼。是真诶要听吼。敢有人想要听？重点是安尼。有啦，但是我迄个医生真嘛做含诶，嘿，伊讲诶话有够含诶。好安尼，咱到底讲期啥待吼。期待者。好啦，时间真正差不多啊。嘿，感谢大家甲阮分享看医生诶代志诶，也是去互医生看。希望恁即马拢身体健康，好哩哩，好哩哩。好，差不多会当收尾哦。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有啥物配信，做伙来听黑白边，黑白边，多谢大家努力。你就是可能是迄啦，伊个啥水土不服，吃饭，来到一个青云的环境，身体无法度适应，所以一个无人熟悉。鞋啊是安怎为骹顶悬挽落来的？慢落来，慢啥？规矩吼啦，一连做伙，一直到有一届，我的阿叔带我的即八小妹做伙，我的阿叔带我的即八小妹。即杯小妹，即杯小妹是啥？小妹啊！你买那个即杯小妹，小妹哈。阿叔就问我，阿管拢袂哭，阿管拢袂哭，恁阿叔有啥物特别的口音？那是台南的呢，毋是鹿港的呢。